礼拜伫要开始，请闭眼睛，走吧。
所疼的兄弟啊，莫得家己心愿着软开较好，因为有记载讲，主讲心愿在伫我要报应伊。三甲来吟圣诗131首，人若拄着忧闷伤悲，请起立。徛咧，用主甲是咱的基督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你的灵是灵意，阮的心平安无碍，下列阮的国父，是阮下列国人啊，我的朝咱的事，对阮看的看，以后观念变更东西所有，大家有记。煞只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坐。启应文第61篇。恁遮的已经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
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开，甲因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甲会改名甲规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当心额头的祈祷，至圣至尊至权，听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搁一摆三甲就职伫遮，甲你亲近听你的话语。你创造阮，搁为着阮的罪来受死，显明你的疼。主啊，愿你引带，互阮会当活出你的荣耀，成做别人的祝福。主啊，但是伫即个世间，也是有真侪困难痛苦。阮人的软弱，时常互阮失去信心，袂记你的应允，地教冲突甲怨恨存在伫即个世间。无论是国际的战争、种族的对立，也是生活当中人甲人的无信任。主啊，这拢是阮袂记你的教示。袂记你的疼，嘛袂记你应该爱用你的智慧、你的话，徛在伫即个世间。主啊，请你赦免阮，也请你赏赐智慧甲信心，伫阮行过死荫的山谷时，爱相信你伫阮的身边，伫对敌的面前，你会为阮白色恩赦，常时将你的疼来传予阮身躯边的人。所以主啊，福音的工课也愿你祝福。阮即马咧计划教会事工，无论是聘务的代志、暑期儿童的夏令营、青少年的福音队、音乐会，求你亲手来带领。阮也少年今日无法度来到阮中间的会友，无论是出国，也是身体欠安，主啊，拢求你看顾保守。即时，请你搁一摆安静阮的心，也愿你的信心降临伫阮中间。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欧罗请圣歌队。
感谢圣歌队的学老，三甲来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创世纪第45章第1节到第8节。约瑟伫遐个徛伊身边的人的面前，忍袂住，就话讲：众人就离开我出去。约瑟将伊本身互兄弟认得的时，无一人徛伫伊的面前。伊就取舌大哭，爱叫人听见，法老的家也听见。约瑟甲伊的兄弟讲：我是约瑟，我的老爸还伫地吗？伊的兄弟袂回应，因为伫伊的面前拢惊吓。约瑟阁甲伊的兄弟讲：请行过来，因就我来。伊讲：我是恁的小弟约瑟，就是恁所卖到埃及的。但毋免因为卖我到遮来忧闷，来家己怨恨，这是上帝找我带神恁来，因为要保全性命。但伫即所在饥荒已经2年，还有5年无通收成，无通种作，无通收成。上帝找我带神恁来，为着要甲恁留存的种作伫世间，阁要行伊大的拯救，保全恁的活命。安尼看起来，找我到遮的毋是恁，就是上帝。伊阁互我亲像法老的爸，做因全家的主，甲管理埃及全地。讲道，请牧师。咱做伙同心来祈祷。至圣的爸，阮感谢你保守阮众兄弟姊妹对四面八方，伫你的听，伫你的稳定的吸引下，阮三甲组织伫这，阮毋拿伫这来敬拜，就是用阮的心灵甲诚实来起祭坛。阮要献阮本身做活祭。我们伫即个会中，甲上帝你相拄，我们遮来领受主耶稣基督恩典的富有，我们伫遮来体会圣神真理的灵对阮真理的开拓，帮助阮更较明白伫生命中，阮面对侪伤害的伤痕，主阮会通怎样来面对，怎样来看人生的中间必定会去拄到一寡问题。主愿你用人真有限的了解，甲传达上会无交长。上帝你的圣神自由运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照阮每一个需要来对阮讲话，因为阮每一个拢是上帝你特别的创造。你对阮创造无共款的性格，无共款的性别，无共款的个性，无共款成长的背景，你非常清楚阮每一人的需要。恳求上帝你照你圣神的运行，互阮通过今仔日阮所要三甲思考的真理，也对约瑟对伊生命中的造物，伊的了解来反省阮所经过一切。安尼，阮搁较知影，当阮心内有真大的创伤的时，阮着怎样来仰望主？愿你设立宝座伫即个敬拜中间，愿你的阳光显明伫阮众人的心内。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恳求，阿门。我想咱逐工咧看新闻、咧看报纸，拢会有一寡社会新闻。我毋知你看这社会新闻的时阵，你会去想到每一个案件背后，拢有一寡现代人，也是讲现代社会所拄着的问题无？我用几个例来讲，譬如讲，咱最近知影有一个法官自杀，即个伫报纸观点就开始讨论，咱的司法系统，咱或者个司法官、法官过头侪案件，抵到伊的工作压力非常的大，是毋是过劳？我想这毋是干伫司法界，
我想伫即个真竞争的社会，各种的职业拢有普遍有迄个过劳的问题。咱嘛看见最近一个囡仔安阳的中间社工人员无特别迄个敏感，也检测无尽到伊的责任，去访视低到即个才1岁外的囡仔所受虐待来死。咱看见校园的凶杀，因咱看报纸嘛知影，最近有真侪即黑道拢利用少年犯刑期较低，互因做车手，互因做诈骗集团的，叫因去做凶手等等，因为因的判刑，因爱付出代价较少，所以是毋是应该到什么几岁、什么情形会通甲用较重的刑期？咱知影旧年底迄个李玟吼，迄个天后李玟自杀互咱显出讲，因家庭婚姻有问题，是讲伊有久长以来受到忧郁症的影响。佫有时互咱看到艰苦心，就是弱势家庭检测有精神的问题，甚至亲人死，伊嘛也毋知影办事伫迄个所在，因80几岁照顾90几岁、70几岁等等遮的，咱嘛看见。虽然咱一直要保做社会安全网，互遐需要长期看顾的人得到喘息的空间，总是真正一个破病，可能规家伙要长期照顾即种的负荷，这拢是社会的问题。其实伫这案件内底，互咱看见的就是现代人虽然咱科技遮发达，总是咱的压力非常的大。逐个人为着我责任心，所以我爱甲代志做好，做搁较完美。有时完美主义逼咱讲安尼无眠无日伫迄个所在来做工。社会即摆愈来好业人甲善车迄个差距愈来愈大，少年人要买厝真困难所以即世代的人去开后世代人的资本。最近立法院要搁甲即个迄叫做啥物？要甲迄个年改的问题要搁改倒转来。这将来社会，咱健保会通搁带几年有迄个相对剥夺感将来毋知要安怎来迄落。当然家庭问题真大，咱即摆家庭逐个人足无闲的，囡仔足无闲的所以做伙的时间真短咱的囡仔读到大学了后，你会通甲伊做伙。食即顿饭机会真难所以迄个互相关系愈来愈疏离，翁仔某嘛是共款亲子的关系的疏离。即摆到即个时代，资讯搁较泛滥所以即摆真侪代志，煞互你感觉，我毋知要安怎甲人讲话呢我若来甲你讲你即摆伤大箍，即摆可能这就歧视呢。我即2天才听伊讲，咱即摆立法院要通过一个叫反歧视法。你小可讲一个代志，有可能伊会通甲你告歧视，就甲你告迄落。迄天就一个少年，少年人来甲我教会我的人，伊讲教会兄弟姊妹，我咱需要注意这个反歧视法，因为美国为着同婚的问题了后壁衍生很多问题就是虽然伊认为伊是女性，总是伊无去做变性手术，所以伫美国已经有一个案例，一个安尼超一个80几岁阿嬷，甲一个查甫人讲，你袂当伫遮看查某囡仔伫遐咧换衫，安尼即个阿婆煞去互告讲你犯，我的性别的认同，我是女性所以你今仔日安尼甲我赶出去，无互我伫迄个所在，煞去互告。即个社会煞变做真侪代志，咱毋知要安来做咱即摆媒体遮尔发达所以即不管是甚物代志都过度渲染互咱感觉即摆出去外口，你敢食粿条？
啊，到即嘛好像果条我看大概1年无人敢食。这代志变做外食，你嘛会感觉烦恼等等不必要的焦虑。啊，这恶性循环，你的压力等等，互你失眠啊，开始忧郁，然后有时一寡人感觉活得真无意思。这罗比威廉斯吼，咱美国电影明星，伊的自杀引起真大的争论，因为外表看起来伊所演的电影，伊所外表互感觉伊的亲切和蔼态度，啊，无拍算伊伫伊的即个互带互人欢乐的背后，有伊的忧愁，有伊的困难，低到无地通透2014年来自杀。这代志，互咱知影现代人，包括基督徒，包括你甲我，到一个程度是咱承受压力的程度过于负荷。这个嘛是较最近的大阪直美，我想这个网球选手吼，伊的老爸可能是日本人，伊的老母可能是欧人，所以伊伫即个亚洲是上年轻得到大满贯的吼。伊伫2018年以后开始公开讲我有忧郁症，我有足侪困难伫咧。引起一个上大的争论，就是伫顶届奥林匹克伫东京的运动会时阵，日本选伊来点迄个圣火上主要的一个运动员。足侪批评啦。后来伊伫比赛中间成绩也真歹，所以不得已伫日本社会压力下面，伊甲大家道歉。伫迄个所在有人讲伊都毋是真正日本人伊都混种族啦，遐网络上真侪遮酸言酸语。所以伊伫迄个所在伫迄年接受即个《时代》杂志甲伊专访。伊的标题就讲 "It is okay not to be okay"， 我有破病。这甲肉体人的身体破病共款，我的精神，我的承受压力，所以咱应该去面对这个问题。有忧郁有困难，有无多人透的怨恨等等 ，It's okay to talk about it。咱会通来讲。讲出来，也许本身就是一种治疗所以莫去逃避一寡咱面对的困难，去寻求外面的帮助。所以，毋是干那无信仰的人，会有想讲我无想要活，毋是干那无相信上帝的人，才会选择自杀。所以咱知影伫2013年的时阵，即个马鞍峰教会，即个 Rick Warren， 伊的教会非常的兴起，非常的大。伊伫2013年写 email 甲伊的朋友甲伊宣布讲我27岁囝叫 Matthew， 伊伫咽癌自杀，已经身亡。伊这段用牧师的角度来读，互我感觉非常心有戚戚焉啦吼。讲阮实在翁仔无法度用言语来表达阮心内的艰苦。33年伫马鞍峰教会侍奉，伊甲兄弟姊妹经过侪危机，甲陪每一个家庭做伙伫迄个所在来祈祷，伫破病、伫哀伤的中间，总是今仔日即个牧师讲拜托恁替阮来祈祷。伊伫迄个批内底，伊安尼讲，其实伊即个囡仔从细汉开始就有小可有精神的问题，一直有伫忧郁症甲想无要活落去，迄种的想法伫遐抗争。当然，对爸母来讲，想尽办法找心理医生，找用药用各种的方法，心理辅导，迫切的恳求，总是。伊的囡仔就是无法度脱离即种忧郁症想要死的念头。后壁即句讲，伊今仔日永暗才甲我的太太甲迄个牧师娘，大家真欢喜做伙食饭过一个感觉真好的即个暗时。
咱会知影讲，伊等伊房间一瞬间，伊互完全的绝望迄个情绪来较赢过，所以伫家己的厝来自杀。这个代志伫美国引起真大足侪这评论牧师你毋是讲爱倚靠上帝，你毋是讲自杀袂当去天堂等等这个代志，有足侪这个讨论，咱看见讲实在是互人感觉真痛心的一个生命。咱的人生就是有这个压力，有这个有时咱无法度通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咧去咧想讲，这当然我毋是专家，其实我无法度通伫这个所在来讲这个代志。不过大概网络上稍微查一下，有人讲其实会开始钻牛角尖，会去到一安尼，互迄忧郁症所苦行袂出来。是多重原因呢，有的是心理咱毋知咱的身体，我想咱在座医生足多，有时内分一些分泌什么失调，脑的什么有问题的时阵，大脑构造各方面若失去平衡，你可能就迄落。有的讲可能有基因的遗传伊本来因的家族就是拢较内敛，还是较甲一寡代志藏伫心内有家族病。可能也有心理的、甲社会因素，重大的冲击忽然间来到，失去亲人啦，还是讲受到你感觉这是足大的侮辱，还是我无法度承受，等等这个代志，有时你敢一瞬间想袂到，我就甲跳落去我就选择讲，你可能是毋是会较单纯，伊拢无想到这背后。迄个活着的人，还是讲你受救活起来，你所承受的迄是更较难堪、更较大的压力。那这是愈来愈严重的问题。我想讲用这个机会，甲咱大家三个来想 WHO 2020年我这个是这个毋知有正确无，请咱再去查看卖。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讲，即马世界上大威胁疾病甲伤害。第一个是心血管毛病，第二就是忧郁症。这毋知是我的资料对啊毋对？我想讲应该是癌较大敢毋是？忧郁症竟然是威胁咱的身体健康甲迄个是第二名。这个资料也伤早啦因为我临时去找2002年这20几年前咧，咱台湾的卫生署即马经过20几年，我想验迄个网络的这种。发达，我相信这个严重性可能比2002年的访问更较厉害。2002讲有捌找2万几个来调查，15岁超初中以上的，超有8.9%有中度以上的忧郁的感觉，压力啦、功课啦等等，甚至100个内底有5个是重度的忧郁。WHO 是讲全世界超有3%啦，不过台湾敢若看起来咱的数字比以前更厉害。我相信，因为这是2002，然后咱这几年的网络的这个资讯这么发达，而且大家讲话唔免负责任，所以有时你可能发表一个啥物物件，一寡唔知影为倒位来，就甲你攻击。伫美国发生有意有的时阵，都有人写讲迄个妖言惑众的牧师啦，怎么样啦？然后迄是美国人去打死美国人，一寡这个代志，互你看了会甘苦心。他就是伫迄个所在来不负责任的一些发言，是讲即马有现在不雅照，你心了压力，真的我没有人活在世上，言语的霸凌等等，所以这个代志愈来愈严重所以2002年结论就是讲，普遍伫各年龄层为15岁以上，这是一种失落无望感。最近也特别讲65岁，咱中间真侪长辈，因为咱开始发现讲，咱无通像少年的时阵活动遐尼好势，敢若要爬一个楼梯，要创啥，愈来愈老都无路用，都安尼，好像就在等着最后那一刻，孤单，囡仔大家拢出去丧偶，所以。老人的忧郁症伫现代可能愈来愈严重，迄女性讲比男性更较悬。
总是真正讲发现讲，我心灵、精神有问题，我会通寻求药物还是各方面来帮助，敢若2.3%。我想这个是一个值得咱去重视的问题。基督徒，咱嘛拄着足侪压力，有时咱信仰无法度，互咱全部的这个答案所以，这个伫人生的中间，你要拄着什么代志拢有可能。你伫圣经内底，你包括上帝的路步先知嘛是安尼，用那以利亚，是亚利米为着国家足烦恼上帝叫伊讲，你爱传达信息，叫因爱悔改，甲国王讲毋通去挖去埃及等遮。上帝互压力，总是百姓嘛会互压力。你叫阮去打行这个巴比伦，你就是叛国贼嘛吼。所以伫双重的压力下面，咱讲亚利米是个幽闷流目屎的先知。约拿真短，约拿敢若4章尔。伊2届，你敢读4章，伊2届讲，上帝你互我死咧，我较快活。一届是因为伊看到伊去甲尼尼微城，就是这犹太人的对敌，讲你若无悔改，上帝审判就到，就要互恁遭灭。伊的任务是叫人悔改，人真正悔改，上帝无讲该灾祸落去的时阵，伊气上帝嘛气家己。讲我共讲遐大声，你即摆无去讲迄个灾祸，互我死咧较好。坐在树荫底下要等尼尼微城的毁灭。上帝互伊一丛树伫遐野阴，真凉。到尾迄丛树叫虫家孤打了，敢若叫日头啪啪咧热到遮艰苦，死咧较好。我们很容易有一些事很轻微，有一些事很严重，但是伊就是安尼来要求上帝互伊死。有时咱嘛安尼，敢毋是？拄着法无通解决的。以利亚嘛是安尼，伊甲上帝讲，敢还有其他的人，全部敢若我家己一个替你咧讲话，亚西别的对外对杀，没有减少。全犹太我同胞中间，敢若我家一个是咧倚靠上帝。那安尼我干脆死咧较好。这嘛是亚利米这求死的先知。所以其实咱的生命中真多。咱捌受过伤害，你可能前细汉的时阵，互讲一句话，也是咱即摆咧讲 Me Too 的代志，侪人甲以前受过伤害，再一次被翻开来看伊的伤痕。有足侪代志，忽然间即摆大家咧讲 Me Too， 我要不要站出来？我站出来讲这个过去不堪的事实的时候，还有一寡人甲你批评啦，你为着要安那啦，这整个世界互咱。唔知要安怎来迄落，所以有的人就情绪过分激动，一瞬间伊就感觉大概就是结束生命比较好。那你起码我相信，咱大部分拢15岁以上的啦吼。伫这中间，咱经验过足多代志。你可能被羞辱过，你被伤害、被侵犯、用背叛。有人歧视，有人甲你霸凌、讲话，有时候你觉得足冤枉的无代无志，哪会去抓着这人被陷害等这的。我想这会互咱痛苦的，这往事，咱有时拢讲时间会解决一切，实际上时间不一定会解决，我们只是把它压到潜意识。某一天某件代志会可能佫甲你颠倒起来。颠倒起来，迄个气爆可能更厉害，所以很多事不一定时间能够完全解决这个气有时咱是迄个愤迄个愤会毋是干那伤害咱本身，有时也伤害咱周围的人。你的愤无法度通对，互你伤害的人发泄的时候，你这个愤会。转移到你周围爱你的人、亲近你的人身上，所以那个魂就是变作好像伫咱的心底埋在底下的一个管线，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气爆。
我想咱若想讲有时咱都一直咧想讲啊，莫去想。我想最近咧讲 Me Too， 然后足侪人就讲啊，我囡仔的时代，他们没有忘记呢。时间无才会受到伤害人忘记。有时就是讲啊，我是我不对啦，我去招惹了，我不应该怎么样，我不应该这样来家己责备家己啊，我是自讨的，有时家己自我伤害，你看足侪的青年，家己想要伤害家己，啊，有时当然想讲有机会来报复。我相信互伤害的人想要报复，这也是他的权利啦吼。啊，总是这个若真正没有一个更好的解释啊，没有一个更好的，互家己会通得到讨棒，这个有时会变做一个人生的一个不定时炸弹。我想讲，伫圣经内底，互咱会通看见约瑟，今仔就用约瑟伊人生的作为，来看见约瑟伊到尾，他是怎么样去面对他人生这个坎坷的人生。当然，一开始伊原来亲像保罗讲的，伊拄到这代志拢莫名其妙，亲像对镜咧看无明，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啊，登头对面，伊才知影讲这是神拯救的另外一个方式。这都拢是关于伊的人生的迄个。我想咱对约瑟了解了吼，约瑟伊实在是在伊青少年时代是一个非常被宠爱的。伊关顶有10个哥哥，啊，总是雅各都上听这第11个。为什么上听？因为雅各娶4个某，啊，约瑟的老母是雅各上宠爱，伊宠爱伊的老母，所以对这个约瑟啊较特别。啊，然后伊的老母咧生病雅密，搁一个小弟的孙难产过身，这故事咱拢知影。所以因为咱讲爸母拢共款，有时咱爸母无啥共啊，真正对囝儿的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啊，他们的感受也不一样。你对迄个较特别咯，你对迄个虽然咱感觉真无辜，咱是照囡仔每个人的特质去爱他们，总是囡仔的感受无共。约瑟的兄弟对约瑟的感受嘛真无共，所以约瑟佫戆白目哦，伊都去人顶讲啊，伊的彩色的衣服啦，等等，做梦讲哇，大家拢咧拜伊等等。这囡仔伊单纯，伊也毋知影讲，他无形中埋下的这嫉妒的种子。啊，后来伊向袂做努力，啊，他还是有能力。我想伊的长相啦，伊的能力啦，可能真容易得到人的宠爱。所以虽然是努力去到埃及的这个官员啊波提反的厝，也变做受伊重用的一个家臣。红关伫监狱内底，这个典狱长，这狱长也非常信任，偏偏关监内底伊的能力、伊的leadership、伊的各方面，互伊感觉讲啊，我会通将一寡代志交代你去做。所以虽然是外邦人，你可以想看，一个埃及的人竟然用一个外邦人来做伊的行政院长，来做伊的宰相，这个也是他人生的一个奇遇。在这代志内底，他的人格特质就招来很多的嫉妒，然后开始招来就足多这灾厄出来。所以咱看他一再被出卖，哦，先互伊的安兄，伊的安兄甲讲，迄个做梦的来啊，吼，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本来想要甲刣死，总是其中一个犹大讲，迄至少是咱的兄弟，啊无咱甲卖掉，咱嘛还佫摕一寡钱，所以甲伊卖互即个以实玛利的这奴隶贩子，互伊卖去埃及，然后伊去互即个波提反，佫互买去来做伊的奴隶，伫迄个厝里内底来当差。可能生了袂歹，缘投个少年，所以即个太太，主人的太太想要甲诱奸，
伊讲伊毋敢得罪上帝，伊的信仰，伊至少伊毋敢得罪家己，嘛毋敢得罪上帝，拒绝别人的引诱的时阵，他就被仙人跳诬告，来甲出卖伊。伫迄个所在，你想讲一个奴隶，佫敢去抓着主人迄个太太，这根本无成市的嘛，无成市，到底爱伫外邦的监狱内底，互关偌久，无迄个望。那忽然间开始这故事他会解梦，解梦的时候，伊交代这个人，伊甲帮咱讲，如果真正照我所甲恁解梦的，你出去，若拄着会搁倒转去回复恁的官职的时阵，请你毋通袂记我冤枉的，用你的气力来帮助我，他不敢想说做到什么，互我会通离开监狱就好。总是无拍算，迄个得到伊帮助呢，出去恢复官职了，伊就袂记哩啊。所以他的人生就是安尼一直在被遗忘。我想咱会通看见讲，我特别来我去遐看，就是迄个年纪的关系，然后伊17岁，红卖做奴隶，到30岁，即13年，当然有伫菩提花的厝做，伫监狱内底有13年的时间，伊即13年是安怎过？我是老爸上疼囝儿，即摆是奴隶，这伫奴隶中间，即摆伫监狱内底，他是怎么过的？伊敢袂受气？无代无志，我的兄弟来对我切到即种程度，无代无志，我去拒绝一个无应该做的代志，上帝互我去拄着，爱互关入监狱。为什么我帮助的人，他一下就把我遗忘了？所以当咱今日所读圣经的时阵，你发现讲，伊这情形无共啊，伊有权利啊。这兄弟为着这个巴勒斯坦地区、迦南地区，惊慌不得已爱去埃及来甲买牛的时阵，自动送上门，伊一个都认出伊的兄弟出来，知因为遐来。伊无马上你也看讲，伊其实是咧报复，嘛是咧要安怎互家己的心理能够得到平衡。所以精心设计了一些，恁爱对我互恁去尝试迄种的滋味。所以伊互遐个兄弟常常委屈、嫁祸，无代无志互嫁祸，甲惊吓的滋味。这个故事实在是真精彩吼！伊要甲伊的兄弟，毋是一个干脆就该相认啊。伊事实上，伊要了解这兄弟即马是怎么样看待另外迄个便雅悯上细汉迄个小弟，伊嘛要互因惊吓，互因知影讲我尝过的经验，茫你嘛小可尝试过。所以第一摆，伊就直接指控，讲恁是间谍啊，恁毋是真正要来讨牛的啊，恁是为迦南地来的这个间谍啊。所以无代志，先甲关3工，互恁试看关假的字面。然后讲，既然你安讲恁是威胁要来迄个，恁还搁一个小弟便雅悯，你去甲迄个便雅悯留一个人质在这里，去甲小弟带来，互我看，讲恁讲的是事实。所以这兄弟为着讲，哇，这个真雅各已经失去约瑟，即马便雅悯拢保护伫边啊，伊毋敢互出来，咱即马要安怎去甲老爸说服，讲互小弟嘛带来埃及？这兄弟就开始真正有反省啊。因就三甲讲，咱的小弟，咱对咱的小弟有罪啦。今仔日即个回力镖打转来往咱的身上，你会记当时约瑟哀求咱讲，咱看见伊心内艰苦，总是咱无动于衷，往那叫咱安尼来迄落。所以今仔日咱才会恶有恶报，即场的苦难临到伫咱。伊的报复第二项就是讲，好，小弟带来啊。小弟带来，他就把他栽赃。伫便雅悯的这个这布袋内底，甲伊藏迄个藏一个王宫咧用的器具，甲讲恁这小弟偷摕，要怎么办？你这个就是平白受到冤枉。犹大这个甲伊讲，咱实在无话通讲啦。你要怎么证明？怎么证明这个物件毋是咱藏的，因为是伫便雅悯的迄个粮袋内底找到。
咱我都通变一遍。上帝已经甲咱掀开咱的罪啦，咱当时安尼，所以我今仔唯一就无逐个拢，互你做你的奴隶，全变做伫即个埃及内底。所以即个回力镖拍到家己的身上，因为就上感动的即段啦。啊，伊觉得说这兄弟确实有悔改啊，我也已经报复了，我嘛互因尝试这样的机会，所以讲伊忍袂掉。伊家己甲遮没有关系的拢扯开，哎，大声哭，大声伫遮个兄弟姊妹，埃及的人嘛听见，喂，宰相是咧哭什么？这种的哭泣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意义？我想伊心内委屈伫这个目屎内底，这13年，我的所有委屈，我的怨愤，我的激动，也是讲确实，这个目屎检菜一个释放的力量。然后一开始回顾恁囝，佫倒转来找我，原来是上帝迄个奇妙的安排。伊甲伊讲，我是受恁卖到埃及的。我想这兄弟一定非常的惊吓，今仔忽然间怎么会这样子？奴隶说变成宰相，想都不敢想。所以我想，伊是惊呀。如果你要报复，你要怎么对待我们是你的管理。总是有些伊对伊的人生的解释中，你免为着陪我来遮来游问，你嘛无需要讲自责啦。啊，阮以前是安那来遮尔啊戆，遮尔啊惨。我今日已经知影，这是上帝找我大生恁来，为着要保全咱规个家族的性命。所以是上帝找我来，虽然是恁的歹意思。总是上帝互伊变做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彼得伫咧讲的中间是恁会无知地到恁甲耶稣定上十字架，总是上帝互即个罪恶、丑陋的事情，成做救赎的恩典。伫约瑟的身上也是看到安尼，因为伊要大行下面保全恁的活命。是咱有时今仔日你为着你所拄着冤屈啊，各种的忧闷等等，你还找不到答案。上帝为什么互我拄着这个代志？茫咱会通亲像讲，上帝道路确实时间拉长了，也许你才能够得到答案，也许你永远得不到答案。人的心计划咱的路，总是上帝咧定着咱的脚步，所以今仔咱看见约瑟拄着这个代志了，伊全用更高的角度来看。时间拉长了，10几年以后，30岁以后才看见讲，原来这一切的委屈、眼泪后壁是为上帝伊真好的意思，所以会通下面甲互伊受伤遮的人。是要赢过罪恶，我想咱这正节当时吼，受到伤害、痛苦真。今仔日我相信这受害者，如果是咱是家人，我们也没有办法释怀，痛苦足大，伤害足深。咱恨不得这最歹的人得到应得的报应。咱即摆咧讲死刑等等的，死都不足以赎罪。有时咱会感觉安尼，总是要赢过痛。罪恶需要搁较大的疼痛，因为今日讲这随上，甲我2年前唯一的时拄到这个时阵啊，我们再回到那一个时代的时候，有很多不明白，有很多真艰苦啊。不过，伫我的立场，我也甲咱的小会要求讲，伫6月16，这个郑达志医师伊若抑活咧，要庆祝55岁生日迄天。永远我伫咱教会办一个音乐会来纪念这个为着这样代志来牺牲的这个医生，所以我咧想，我们赦免，前面迄个实在痛很深。总是伫美国捌发生这个代志，咱知影阿米是一个足保守的基督教的教派。因今仔日还无咧用电，因还坐马车，因家己有一个家己的社区，拢过足敬虔的生活。因拢住伫pennsylvania，是住伫俄亥俄附近东部的。
德国人的后裔真多。2006年，这个 Charles Robert 无代无志去这个社区内底，佫针对囡仔6岁到13岁，然后造成5个人死，当然这个凶手当时也是有拍死。你若有机会倒转去看这出电影，有人把这个故事拍做一出电影，叫《Amish Grace》。其中有13岁一个囡仔要求凶手讲：“你拍我，伊要承接这个痛苦，也有其他人也有机会通走。”无简单。所以有时咱生命中有真侪伤痕，总是毋茫伫迄个上帝的观点，咱看见更较大的稳定。我现在跳脱目前的时空，有一些事你以后才会知道，有一些事你感觉上帝我拄着，不会是没有目的的啦。用信心甲交托将来毋茫上帝互咱有答案。如果伫即世人我无答案，我到上帝面前，伊也知影讲稳定会赢过万分痛，会赢过迄个邪恶。咱用即个来做咱今仔的金句吼。伫以为数4章31节到32节，来做来读。一切苦毒、万分、受气、宣扬、诽谤，以及一切的恶毒，拢着对恁中间除去。搁着用仁慈、三款待、存怜悯的心，大家赦免，亲像上帝伫基督把赦免恁一样。以为数4章31节到32节，咱做来祈祷。主啊，你知影阮心内有足侪伤业，有足侪苦毒，有足侪想要报复，有足侪委屈，帮助阮，互阮去面对生命中遮的伤痕，会通学习，亲像约瑟，用时间来证明阮所受的委屈有伊的意义，也用你的稳定来安慰。来，互阮的心得到透放，亲像你有透放约瑟一样。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主的名来求，阿门。三甲来吟圣诗520首，至圣的天父，求你压落听，请起立。Amen.
坐，奉献，请杨嘉欣、陈怡如指示。奉献的时歌请起立。请坐。即摆我来报告。第一点，欢迎大家来做礼拜。礼拜了，地下室有爱餐，请大家相合来享受。第二点，后礼拜是母亲节，第二场是联合礼拜。礼拜中有青少年甲主持学会颁发奖学金，有开车的兄弟会当去南昌路的台电停车场。第三点，后礼拜了有中职会，请中职劳保。第四点，顶礼拜有举行乒乓比赛，第一名是男主队，第二名是少气队，第三名是鸡盘队，第四名是松青队。感谢大家的参与。第五点，今年热天的儿童夏令营。主题是与主去冒险，详细请咱家己看。团课消息甲教界消息，嘛请大家家己过目。即时咱来行平安礼。哦。咱连团队吼，因为美国回来吼，咱欢迎伊伫洛杉矶的分会教会咧事吼，欢迎。唔知影阁有需要我介绍的人无？无咱做用平安礼，大家来互相祝福平安。今日有看到这有足侪兄弟姊妹吼，大家做伙，今日更忙礼拜煞，大家留咧伫遮做伙食饭，好，谢谢。请起立。
一个人，因为耶稣。圣诗589首，吟诗了且无需足道。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他，圣神的相通医治引带，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对这事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闭会。